到咧今日咧尾二嘅賽事啦，咁就係英格蘭對住威爾斯嘅英倫三島嘅其中兩支隊伍係喺呢度對賽啦。咁過往咧曾經咧打過16次嘅，英格蘭咧贏6次，威爾斯咧就係英格蘭贏9次，威爾斯6次嘅。咁1次咧就係和嘅。好，我哋睇睇咧威爾斯方面嘅陣容啦。好啊，威爾斯咧2號嘅咧就係威廉斯，3號嘅韋比，5號嘅就係巴威爾，8號希爾，9號古缺伯特，10號嘅咧就係孫納特，12號高夫斯啊，佢哋教練咧就係約翰啊。咁英格蘭方面咧1號嘅鮑維啦，2號咧就係畢捷維，3號嘅咧就係韋迪，5號嘅咧就係洛維，9號嘅係南西客基，10號嘅咧大家熟悉嘅古靈斯，11號咧就係端納。球證咧就係來自澳洲嘅利爾斯。嗱，呢場比賽咧就榜首與榜尾之爭喎，因為咧就威爾斯咧輸咗俾我哋香港嘅關係咧，而家喺呢個 E 組裏邊咧，佢就喺呢個榜尾嘅暫時。咁啊，將會咧就開呢個中線波嘅咧就係古靈斯啊，英格蘭嘅好波之人，開得好高啊！哇，一跳得好高啊！英格蘭嘅球員咧撥翻過嚟，個波咧話口未完去到古靈斯嘅手上。咁啊，但係咧就威爾斯嘅球員咧冚得上嚟咧就好快啊！咁英格蘭就想中間做啲突破，但係始終都係多人啊，冇乜着數。冇錯啦 ，set 翻個 ruck 組織翻先。要留意下啦，英格蘭9號仔啊，南西客基啊，咁交出嚟之後咧就俾佢避過咗，就好易避過咗咁樣喎。咁啊5號啊就係洛維。職業生涯第16次嘅達陣。南西客已出咗波咧，俾呢個古靈斯，古靈斯咧即刻就引一引對方先，然之後咧就 pop 咗俾咧呢個就洛維，好開心喎！咁加踢亦都係入埋㗎，咁英格蘭呢係攞咗7分啦。咁啊2分鐘唔夠咧，就即刻做咗個達陣，咁啊仲入埋加踢添。英格蘭隊咧以7比0領先威爾斯。咁英格蘭呢喺香港曾經攞到4屆冠軍，其中3次呢就係連續嘅添，就係02、03、04年啊。所以英格蘭呢喺香港唔單止呢係有擁躉啊，咁而且呢都有幾有運㗎。接咗個波落嚟咧，點知就俾佢1號仔大隻佬嘅鮑維立到落嚟，俾佢走咗一段咧，差唔多去到5米線啊！你呢個 ruck 咧，似乎咧威爾斯嘅球員犯規啦，冇錯。南西客基咧就想做一個嘅快波，咁啊球證啊嗌翻佢轉頭要翻個 mark 先得。古靈斯2打2啊，2打2決定走個斜線 ，set 個快波，攞翻出嚟有少少甩漏啊，唔夠快，影響咗個速度。啊！俾佢咁樣兜個圈啊，翻轉頭啊，韋迪又俾佢入得到喎嚇。威爾斯咧真係俾佢打散咗，好難怪佢哋，因為英格蘭嘅攻勢咧真係一浪接一浪啊！佢過唔到你咧，即刻 set 個 ruck 出嚟咧就好快嘅。呢兩支球隊咧，哇個速度節奏都好快喎。所以咧，你打7分鐘咧，真係好爽嘅呢啲波。我諗英格蘭而家咧係14比0啦，2個達陣，2個加踢都成功。英格蘭教練賴恩，英格蘭咧繼續喺中線開波。10號嘅古靈斯啊，就係現時咧喺巡迴賽上咧係積分最多嘅球員啊。威爾斯一個進攻，可惜啊交唔到手啊，攞唔到之後仲要出埋界添，咁啊搞到咧9號仔啊，古夫伯特啊，古夫伯特有啲失望啊，攤手咁見佢都，佢諗住接到就哨咧，因為前邊咧有啲空位㗎。英格蘭咧有一個嘅鬥牛啊！喺呢個 scrum 啊，佢點樣處理？
球證就話咧，英格蘭隊嘅球員咧就係入得太早啦，所以再叫過，應該冇問題啦。勾得好深啊！個波咧就好快就到古靈斯手上，又係佢啊！韋迪跳咗一陣輪舞咧，都俾對方捉翻落嚟。哇！英格蘭嘅球員好快就到，所以即刻就策劃咗第二輪嘅攻勢啦。可惜交出嚟咧就唔係好到手，咁拖慢咗，一手推開對方。前面3個咧都俾佢擺脫得到啊！終於咧都俾人掹咗落地。嗱，輸咗啊！呢個地上嘅爭奪球，古靈斯想推翻佢，推唔翻咧，仍然係咧就威爾斯控制住呢個地上爭奪球啊，執翻出嚟3打2，係啦，佢走翻到內線喎，點解咧？冇乜着數啦，繼續 sell， 繼續 set up 咗啦一個嘅 rug 嘅，咁打橫走咗一輪，冇人接應咁喎，冇錯，俾人掹低咗，仲要向前跌波添，好可惜啊！見佢走咗一輪呢，前後其實佢有人啊，不過呢2個球員啊，自己嘅隊友都唔係好為意想點啊，所以又幫唔到佢，卒之啦俾人呢就 tackle 低，向前跌波。咁啊喺鏡頭外邊呢，就威爾斯啊有位3號嘅球員呢，就係阿韋比呢，就踎咗喺度。咁啊佢哋嘅軍醫呢，就幫佢處理緊，嗱企翻起身啦，會唔會呢係跌咗一隻眼鏡呢？可能撞親個鼻啊！係啊，流緊鼻血啊！咁啊，比賽規定咧就流緊血嘅球員啦，絕對係唔可以繼續比賽啦。咁相信係停咗，止血啦。英格蘭開出嘅鬥牛啊，俾古靈斯啊避開咗對方嘅攔截啊。咁啊帶咗輪之後咧，就其實有少少向前交波噶啦。咁啊點都好啦，就係呢個威爾斯咧攞翻個控球權喎，即刻發動一個攻勢啦，引開咗對方，再交俾咧。呢個咧快馬9號仔啊，頭先接唔到波，而家接到波啦，就係古夫伯特，咁可惜俾人攬低咗，細位去唔去到啊？俾佢賺到5碼，去到咧就話仲有5碼咧就係底線可以達陣啊，轉翻個方向，會唔會長傳啊？會啊，出邊仲有一個嘅喎，冇錯啦，冇人看管啊嗰邊線達陣。佢都好開心啊！接咗呢個波之後咧，就造成呢一場啊威爾斯嘅第一個達陣啊！開齋啦，咁亦都係咧佢職業生涯第8個達陣啦。咁啊，旁證咧就係我哋香港旁證嘅基布啊，咁啊同咧主球證咧就有一啲嘅意見。講咗之後咧，就球證係入一入咧，就係威爾斯嘅8號嘅球員啊。球證咧就撳翻呢個入球啊，即係話咧呢個唔係一個入球啊，吹翻轉頭咧就係話咧。呢個威爾斯嘅球員8號啊，有一個 late tackle， 即係話遲咗嘅 tackle， 就對方咧已經冇咗波或者交咗波嘅情況底下咧，佢仲咧就攔截埋去。咁啊成炸糊啦，白白開心一輪，冇辦法啦，繼續加油。英格蘭咧呢個進攻咧就唔成功啦，因為有球員咧就向前跌波。變咗威爾斯咧就有一個嘅 scrum 啊，就啱就喺呢個中線裏邊。球證咧就話佢 call crouch touch 之後咧，嗱好似呢個動作咁啦，對方咧一定要點掂對方嘅膊頭先得，冇做呢個動作咧，球證會叫停，唔可以繼續呢個鬥牛嘅。哎呀，有少向前跌波啊！球證睇唔睇到啊？睇到啦。
咁啊呢個時候咧，球證亦都吹咗咧呢個完咗上半場嘅。咁啊暫時咧英格蘭咧就以14-0咧暫時領先咗威爾斯嘅，睇下下半場點樣啦。好啦，咁啊而家咧就係威爾斯方面嘅開波。咁啊上半場英格蘭領前14-0啊，而家睇下半場嘅賽事。嗱兩個達陣就可以追翻㗎啦，睇下威爾斯咧會唔會精精神神即刻做咗個達陣先。嗱拉佢唔跌啦，有人上嚟啊，冇問題啊，啱咧就係12號咧就係高夫斯啊，即刻上嚟接應自己嘅8號嘅隊友啊，就係希爾啊。咁啊高夫斯咧職業生涯入邊啊係第2個達陣。嗱接呢個中線球咧撥落嚟嘅時候有啲唔好彩啊，咁啊滴咗落去咧就係阿希爾手上，希爾手上夠晒大隻啦，一手掹開你之後咧，然之後咧就撲翻俾自己嘅隊友高夫斯，12號仔出嚟唔夠1分鐘做一個達陣啦。不過可惜個加踢就唔入㗎。啊威爾斯呢班球員咧都非常之年青。咁啊唔入唔緊要啊，但係勝在咧就希望趁住呢一股氣勢咧，繼續壓住呢個英格蘭嚟打咧，就有機會追平啦。其實係啊，上半場嘅末段咧，佢哋嘅氣勢已經係增強咗㗎啦。不過嗰個食嘅炸糊咁解啫嘛。係啊，嗰個真係好可惜，有少少無謂咧，有個 late tackle 啊。繼續開高波。啊呢次係接得穩啊，一可爆圍，不容有失啊。南西客基。俾到古靈斯，古靈斯再揈出去，哇！俾佢推開2個，好彩第3個補到埋嚟啫。古靈斯出嚟有一個深嘅，有啲到喉唔到肺。見咁樣咧，試下做一個越踢嘅突破，自己立翻。嗱呢個唔算向前跌波㗎，立得翻，因為 in control 啊，正所謂嗰個波一定係快馬。韋迪俾佢避開幾個，交咗俾對方送嘅。仲有冇？仲有啊！出邊，哎呀，回翻禮添俾佢。禮尚往來之後咧，仍然係英格蘭嘅控球權啦。帶咗一成，哎呀，孤寒得滯啊！呢球太遲先至交出去，俾對方咧撥到少少，向前收，撥佢唔到啊！9號啊，南西客基啊！有啦，任佢揀啊，揀個靚位先至放低啊！佢上嚟個 timing 咧真係好醒目㗎，咁啊沿住右邊線走。咁啊個人第7次達陣，睇下有位球員咧就受傷倒地喎。睇翻慢鏡頭，爆位就揈咗出去。咁啊，不接圍咧就翻去攞波。佢其實咧威爾斯嘅球員咁冚落去咧都係犯規嘅。咁啊球證可能俾得益㗎啦。拍唔到，想拍佢咧就呢個腳眼啊，等佢自己棘自己。我相信就唔成功啦。就係因為呢一拍咧就唔成功咧，就跣咗出去咧，可能落地嗰下硬一硬個嗰個膊頭。威爾斯嘅球員係啊，衝力太勁啦，自己都控制唔到啊！嗰度衝力。如果攬到反而好喎，俾佢頂一頂喎。攬唔到咧，佢反而自己衝咗出去。係啊，遇唔到度力啊！咁啊，英格蘭咧俾你入一球之後咧，就即刻幫入翻嚟啊！哇，又係呢個7號啊！俾佢帶咗程咧，引開對方，然之後咧就到咧呢個10號啊，古靈斯手上邊。哇，有啊！呢位經驗豐富嘅球員啊！冇喎，球證係俾咗呢個威爾斯嘅罰球，咁啊點知咧高靈斯係多手整跌人哋，咁啊蝕多10碼添。威爾斯咧有理冇理，即刻開咗先啊！中間突破有空位啊，嗱去得過嘅其實呢球。轉身嗱仍然控制住個波啊，一路繼續推，造成一個地上嘅爭奪球。喺個 ruck 吹翻嚟之後咧就係。食咗出邊咧右手邊咧有4位嘅球員啊，咁啊但係拖慢咗個節奏，有少少不智啊。咁希望改變咗呢個方向之後咧，快啲就出翻波啦。球證咧就話咧英格蘭隊咧就喺 ruck 嘅時候咧就冇喺呢個最後嘅球員嘅後邊咧入後方進入咧呢個 ruck 裏邊去爭奪呢個球嘅，咁所以咧就係
罰球啊！嗱，英格蘭好危險啊！同樣2次嘅罰球，球證呢舉起2隻手，警告咗2次，第3次可能有黃牌㗎啦。交叉走位，轉咗方向，又再轉一個雙交叉，對方睇到啦，哇！交一個波，好似送咁。嗱，呢個有少少咧就係危險嘅 tackle， 球證又冇睇到，咁可能係得益啊！古靈斯避開咗一個，有2個球員想包住佢，咁啊見到右邊有人㗎，冇錯啦，佢見到右邊有人咧好精啊！再探多步去左邊，等到你咧就唔好跟出去，先至交出去咧就俾7號仔啊！迷惑咗對手先，唔係因為你即刻交咧，咁啊對手好容易知道你想點啊！好醒啊！古靈斯成功啊，咁令到9號古夫伯特咧就翻嚟想補佢位，點知佢就即刻再交翻俾7號仔阿萊爾啊！咁啊安全啲啦，咁啊英格蘭咧將呢個積分咧係拉開咗啦。頭先喺鏡頭見到有少少咧就危險動作㗎，飛咗出去交俾咗古靈斯走咗一段咧就改變咗方向，避開咗一個球員㗎啦已經。佢望下兩邊，佢已經睄到右邊有人啊，即刻閃一閃在左邊先，好正！呢啲經驗嘅表現啊，真係。7號萊爾。咁啊，睇下呢個加踢咧，古靈斯點處理？好窄個角度啊，攞到最邊位㗎啦，其實呢度。咁啊，有古靈斯嚟到操刀唔入啦，角度實在好窄嘅。好，26-5啊！嗱，其實咧喺我哋睇慢鏡頭睇加踢之後咧，見到呢個危險動作，其實喺鏡頭嘅背後咧，威爾斯呢個10號嘅球員咧，因為呢個危險動作咧，應該被罰黃牌出場㗎啦，就係舒納特啊，咁啊要唞2分鐘啊。英格蘭嘅進攻，咁啊打少一個，咁啊英格蘭咧又示意咧就喺呢威爾斯嘅底線啦。英格蘭隊咧就9號嘅南西客基咧，真係呢個球員嘅串擾性真係好強啊！佢有少少空位咧，都去嘗試突破你嗰個防守線。咁啊，就算佢過唔到都好嘅，因為 draw 到你嘅球員過嚟去 mark 佢啊嘛。睇呢場波真係精神為之一振啊！好快，雖然你話積分唔係拉得好遠，亦都唔係話好多入球，但係兩邊嘅速度真係咧令你即係唔敢眨眼啊！威爾斯咧就掉呢個罰球嘅時候咧，球證咧就話英格蘭嘅球員咧就係夾硬閂埋咗中間嗰個通道啊！走咗一輪之後咧都冇乜前途啊，即刻要 set 啦。時間夠啦。嗱，冇死球咧，繼續㗎比賽。仲要俾英格蘭攞埋添。咁啊，但係咧仍然都係咧就係威爾斯嘅罰球啊！嗱，因為呢個係罰球嘅關係咧，係唔會吹停呢個比賽，直至到死球，例如出界咁嘅情況咧，先會繼續嘅。繼續贏，中間突破過到，睇下可唔可以咧完成埋呢個達陣？唔得啦，冚到埋嚟出界。亦都係呢個時候咧。球證咧就係吹停咗呢個比賽。咁啊，英格蘭咧26-5啊，贏咗呢一場賽事啦。咁我哋現場精彩嘅賽事咧，已經係去到咧最後一場啦。今日最後一場賽事咧，第36場咧就會係肯亞對住南非㗎。咁啊，古靈斯咧，相信對呢一場賽事都幾滿意㗎啦。We've been
咁英格蘭呢，都可以話喺呢場賽事打出隊形啦，打到做到應要做嘅嘢，完成目標。喺香港打比賽咧，英格蘭咧可以話半個主場啊，所以佢哋都有主場之利嘅。